嗨，大家好，我是坦平叔。今天是2025年7月24号，这一期我们继续聊聊恒大清盘，聊聊中国的房地产。今天24号，上海2025年第6批次土拍正式开拍，其中备受瞩目的静安东斯文里地块，最终由中海地产以总价53.63亿元竞得，成交楼面价90390元每平米。溢价率10%，该土地出让面积16809平米，规划建筑面积59337平米，其中它住宅楼是79%，商业21%，容积率3.53%，地上建筑限高150米，这个楼面价就9万了，那到时候卖的话恐怕也至少18万、20万。应该是这样的，说明上海这些核心地块现在还是受到这个热捧。上海这次好像是有好几个地块要拍，这个容积率3.53%肯定是在市中心。我不太清楚这个叫什么静安东斯文里是在什么地方，规划容积率是3.53%，一般是在如果是北京肯定是2环附近，或者3环附近，容积率比较高。开发商还是看好这些稀缺资源，到时候又是日光盘了。我们再看一个报道，这是时代财经报道说，港人北上扎堆买楼，李嘉诚家族惠州项目低至40万，有高管下单新世界广州3套房。说当内地买家在香港楼市变得活跃，来自香港的买家也在流向内地，这双向奔赴。据市场消息，7月21日，李嘉诚家族旗下企业长江实业集团成员公司和记地产在香港推出大湾区双居生活计划，即将面向香港购房者推出旗下位于粤港澳大湾区，也就是大湾区4个楼盘，合计400套住宅及别墅，入场费最低为40万元，也就是你40万就能买到一套房。4个楼盘分别为惠州的叫什么龙博花园、中山的龙博花园、广州的翠逸庄园以及东莞的海逸豪庭，涉及惠州、中山、广州、东莞这4个项目。其中惠州的推售规模最大，一共是300套房源，总价最低的一套一户型仅约40万元，最高的是东莞海逸豪庭别墅房源，介于700万到800万元之间。这个李嘉诚在大湾区降价卖房，李嘉诚家族内地楼盘赴港揽客，说即便李嘉诚家族也不敢小觑香港买家的购买力。相比高峰时期，当前售价明显处于低位。惠州的这个叫什么龙博花园，2020年8月开盘。根据惠州市房地产交易市场综合监管平台，惠州龙博花园8栋住宅这一年取得预售证，整体备案价9000元每平米到1.8万元每平米，其中建面约51平方米的房源备案价介于1.04万至1.4万元之间，如今房价降幅至少达到了25%，现在是40万一套，它是2020年的时候是50多万一套，现在降到40万，那就是降价呀。李嘉诚降价卖房，而且它的价格现在只有不到8000一平米。有很多在香港的香港人，他叫双城生活啊，周末到惠州或者节假日到惠州，上班时间回香港，退休了再到惠州生活，享受惠州的物价便宜，房价也相对便宜，比香港便宜多了。而且据我了解，从深圳口岸可以直接到惠州，有大巴有车直达。看样子李嘉诚要发力要降价清库存了。中国房地产报信息说，广东金融监管局说，至6月末，辖内银行已为1812个白名单项目提供授信超万亿元。7月24号，2025年上半年广东银行业保险业新闻通气会举行，广东金融监管局党委委员、2级巡视员黄海辉表示，畅通房地产与金融的良性循环，房地产白名单扩为增效。至6月末，
辖内就是广东省内银行已为1812个白名单项目提供授信10918亿元，落地8327亿元，项目数、授信金额及落地金额保持全国3项第一。房地产信贷稳中有增，截至6月末，广东辖内房地产贷款余额5.62万亿元，同比增长2.77%，增速高于全国。其中，房地产开发贷款、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分别同比增长7.3%和1.1%。什么意思？这是广东省给的数字。广东省到6月底，个人住房贷款余额增长1.17%，比去年同比增长。去年6月份是最冷的时候，去年是9月份突然来了一个政策，楼市小火了一把，所以去年6月份非常冷。那今年比去年是增长了1.17%，可见这个广东省这么富裕的地方，房子也是卖不动，要不然李嘉诚怎么会降价呢？降价出售啊！我们还看这个中国房地产报的报道，说北京通州最神秘别墅191套房源开拍在即，能否解开20年闲置困局？一座闲置20年的别墅区突然成了北京通州楼市的焦点。7月21日上午8点55分，这个北京市通州区梨园镇云锦南大街笼罩在闷热的暑气中，矗立在此的天地美术项目外，已有数百名意向客户排起蜿蜒的长队，等待着参观的正式开启。透过项目铁门缝隙往里看，欧式别墅在丰展的藤蔓中若隐若现。外围仅南门东侧一家洗车行正在营业，其余多家底商门窗紧闭，灰尘覆满窗沿。它这个叫天地美术，我应该有一点点印象，曾经路过。这个别墅已经闲置20年了，听说就4户人居住，平时保安看得很严，外人也不让进，显得特别神秘。我这次来参观就是满足一下好奇心。一名周边的居民在与中国房地产报记者交谈时感慨说，旁边就是北京现代音乐学院，这个音乐学院的学生换了一茬又一茬，而这里头始终黑着灯。这里的别墅起拍价相当于周边住宅的5到8折。我是抱着捡漏的心态来的，那地方离地铁恐怕还有点路。队伍中，一名拿着拍卖资料的女士向中国房地产报记者坦言说，不过听说这里房源有不少问题要解决，是否参与拍卖还需深入研究。较低的起拍价或许是这片别墅群成为近期北京通州法拍市场的顶流的一大原因。拍卖资料显示，天地美术项目将于8月12日正式拍卖。此次挂牌的191套房源涵盖车库、商业和住宅，面积跨度极大，从36平方米车库到1400平米的独栋别墅均有涉及。车库价格低至10.8万元，多数住宅房源的面积在199到340平方米之间，就是别墅起拍单价2万元到3万元每平米，远低于周边3.5万元至5万元平米的二手住宅均价。说实话，这个还是高了一点，不值这个价。就周边二手房3万5到5万，这个显然有点高。在现场热闹的氛围外，也有市场人士提前泼出一盆冷水，说该项目目前未开通燃气，亦无集体供暖，竞拍后还面临着补缴20年物业费、垫付增值税和不动产权证下本难等情况。对此，中国房地产报记者致电项目开发商北京恒地龙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并留下联系方式，截至发稿未收到回应。这次实际将释放400多套房源，首批拍卖是191套，起拍价格虽低，但是通常在竞拍过程中会有涨幅。我们估计后续房源会根据第一次拍卖的效果来定价。一名法拍机构的人士向记者坦言，除了实际价格会上浮外，由于群众周知的原因，拍卖成功后竞买人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记者查阅拍卖公告发现，公告中有许多不同于购买商品房的风险。拍卖公告显示，竞买成功后，依法应由原产权人、买受人承担的相关税费、
需竞买人自行向本拍卖品所在地的税务、国土等部门咨询，法院不负责答复，原产权人承担的相关税费由买受人垫付，买受人需到不动产所在地主管税务机关办理垫付税费业务。买受人就是你参拍的，你参拍拍到了，你就叫买受人。原产权人那就是这房子的原来的房主啊。说拍卖物的建筑面积、性质、用途是否拖欠地价以及土地使用费等，以及相关主管部门最后核实为准。拍卖物建筑面积如实际面积与登记面积不符，其风险由买受人自行承担。法院什么都不管，就这么个东西，你们看好了你就来买，买完之后你去找土地部门，去找什么自然资源局，去找税务局，那是你的事情。你找物业，你找什么原房主，你去找，不要找法院。拍卖成交后，法院仅出具确认拍卖裁定书和协助执行通知书，并送达给相关主管部门办理解封和产权过户手续。拍卖物是否可以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由买受人自行到相关主管部门查询并处理。说不好听点，如果你把这个房子花了800万买到手了，但是到时候过不了户，那你自己承担责任。买受人应自过户法律文书送达之日起20日内到相关主管部门进行自己去办理产权过户手续。同时还有说，当下由于缺乏测绘图，开发商不配合提供，所以个人的不动产权证下本还不确定。可以说这是天地美术首次向公众揭开它的神秘面纱。上述周边居民表示，该项目之所以闲置这么多年，它背后的故事大家也都有所耳闻。总之，这个天地美术它这个问题还跟梨园当地一个落马的一个小官有关系。这里面就涉及到这个土地的性质、土地使用权，以及它因为通州那个地方以前村都是农业用地，顶多是农民集体土地，你只能搞小产权房，但是他通过一些提供虚假材料，总之地现在变成别墅，变成商品住宅是不合法的。第一个就是土地性质有问题，所以你能不能办产权证，这还得有关部门去确认。第二个是什么？第二，开发商开发的时候肯定有债务纠纷，还有债务。所以第一，我认为这个价格它还不便宜。通州那附近的2手房居然3万5到5万，这个还是有点高。而这个别墅问题重重，它能够一封就封20年，你就知道它的问题有多严重。我们再看经济学家管清友，他说房地产的问题很严重，但是相比较房地产，人口出生率问题更严重。当前生育率水平比日本还要低，仅比垫底的韩国高一点。扭转生育率的低的问题，比房地产问题还要严重。大家看视频。说实话，国际经验呢只能参照，因为房地产呢，这个市场，它不是特别具有什么呢，这种就是可参照性啊，因为资产价格的变化，它是影响因素非常多，长周期的因素啊，短周期的因素啊等等啊，我们只能分几种情景，而且取决于短期的政策调整，经济管理的这种方式的变化，而中长期又取决于什么呢？人口结构啊。目前来看呢，一线城市的这个房地产调整，从房价指数这个角度来讲呢，可能第一个低点应该是大概回到2015年左右的水平啊，目前看已经接近这个水平了啊。那么我们在想，如果这个时候我们在整个房地产管理啊，这个宏观经济管理方面有一些依揽的政策，那么在这个位置呢，是有望止跌回稳的。那如果说不是万箭齐发，不是依揽的政策啊，依然是这个政策不够集中啊，不够连续，不够密集，力度不够大，那么这个周期的调整可能还要进一步加长啊。那么从过去房价指数运行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呢，那个15年是个重要的节点，13年是个重要的节点，当然再往前数呢，就是要到2008、2009啊。我们当然不希望整个资产价格啊
回到这个15年以前的这个水平啊，因为这不仅仅是意味着这个大家这个持有资产这个缩水，财富效应的这个所谓缩水啊，那么也意味着什么呢？对整个宏观经济的冲击啊会继续加大啊。那么从长期来看呢，这又跟我们整个人口政策有关系啊，因为现在我们已经是进入到老龄化和少子化的这个状态了，而且是未富先老啊，这个大家都很清楚啊。那么如何扭转这种状态啊？可能我觉得比房地产本身这个问题更重要啊。所以我们最近几年一直也在这个事情啊，其实应该通过一揽子政策呢，来这个鼓励生育啊，优化人口结构啊。人的这个生育权呢，它是个人权利啊。从社会学意义上来讲呢，这个别人无从干涉。但从公共管理啊，这个宏观管理这个维度呢，其实是必须要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解决这个问题的。你想想，中国的总和生育率现在比日本都低啊，这比韩国高一点，韩国是全球垫底儿的啊。那么这个情况是比较危险的啊，应该说挑战是巨大的。这个挑战我觉得比任何挑战都大啊。那么所以呢，未来“十五五”规划以及我们的中长期规划里头啊。那么关于人口政策的调整，我个人是非常关注的，也是特别希望呢能够这个下定决心，采取更强有力的措施呢，去解决这个问题。那么如果说这个维度的这个问题有所解决啊，有所改善，那么房地产市场本身这个形势也会发生变化啊，因为它房地产长期来讲还是跟人口结构有关系。那么当然，人口生育只是一方面啊，还涉及到什么呢？中国作为一个快速成长之中的这个发展中的大国，如何吸引全球的这个人才啊等等这些方面的一些政策调整啊，所以就是说这个房地产什么时候直接回稳，看我们从什么周期这个维度去说啊，我只能说给出这几个时间节点，我们也在看房地产远期要看人口，这个没错，但是恰恰也是人口问题是最难解决的，不是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它有它的规律。就是人口问题，你很难通过计划、通过这些什么你去调节它。你可以不让人生，计划生育，你可以结扎，采取各种手段，扒房子、牵牛，你可以堵人家不让人生，但是你要逼人家生，这可没那么容易。这个专家说了，得想办法提高人口出生率。事实就全球还没有一个成功案例是人口出生率下降，通过什么手段它就回升了，没有吧？就是人为干预是起不到作用的，这玩意儿只有观念。我们能参照的也就是东亚、日本、韩国，或者是你可以看越南。我觉得越南非常有意思，值得大家去关注，因为越南就相当于20年前的中国正在崛起，而越南人口出生率非常高。而且它是非常年轻化，它就相当于咱们上个世纪80年代，咱们的这个城市本来人就少，就可以忽略不计，只有几千万人，10亿农民，10亿人，9亿都是农民。我记得当时的口号：10亿中国人，9亿是农民。这个农民，我记得家家户户都是至少4个孩子，那是很常见的。就是搞计划生育之前，应该是从80几年开始，70几年，80年代开始的时候，好像搞计划生育，也就是计划生育实行之前那一批人，正好到了80年、90年都年轻，所以那个时候中国的人口结构非常合理，年轻化，跟现在的越南差不多。那现在越南经济在发展，如果越南的人口出生率它也在下降，那就说明了一个随着经济的发展，人都不愿意生孩子，那只能说明还有一个印度，你看印度人也多，我们看看印度也在发展。如果随着印度的经济在发展，印度人口也在下降，或者是人口出生率在下降，这就说明了随着经济条件的改善，人越来越不愿意生孩子。除了有一个教派信那个教的，他们不一样，他们生5个、6个、7个。所以说人口问题不是你想干预你就能有效果的，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我们要回到问题的本质，就是你为什么要生那么多人？为什么在意要生那么多孩子？人是工具还是什么？
这就对吧？这人的本质是什么？经济的一个符号是吗？是统治者那账本上的一个数字，多了一个人就意味着多了多少钱，多了收入 ，GDP 的数字就上去了，消费上去了，难道不是本末倒置吗？这些专家他就经济聊经济，也就是他把人物化、工具化，这也是个悲哀。现在你看，一边是大学生找不到工作，35岁就找不到工作了，就退休了；一边说人口不够，不找着这些问题。现在专家就应该建立在一个什么前提下？就是人口出生率在下降的前提下，怎么搞经济？经济是为人服务的，不能把人为经济服务，这不是本末倒置了吗？对吧？我觉得真正的专家应该考虑，对吧？在人口出生率这么低的情况下，我们默认人口出生率恐怕就是1了，能到1就不错了，夫妻俩就生1个孩子。现在关键很多年轻人不结婚，他更不生孩子。你得默认在人口出生率是1的情况下，你怎么搞经济，而不是说你头疼一头，脚疼一脚，经济不行是因为人少了，那我们就要人，提倡大家生，完全把人就工具化了。当然了，你政府可以为人家生孩子提供便利条件，提供各种优惠措施，这是可以的，这本身就是一种服务。但是你没必要以此来什么刺激、号召大家去生孩子，往往也适得其反。我认为恐怕在未来某一天，当然是不是20年、30年或者50年，这咱不好说。就未来某一天，恐怕我们跟欧洲也一样，非洲像什么地方开放移民吗？因为你自己解决不了，你自己人口在下降，会有那么一天。那欧洲不就是这样的吗？欧洲你看，每个国家为了移民已经矛盾重重，人脑子打成狗脑子了。有的国家希望移民，有的国家不希望，所以关于移民政策他们也是矛盾重重。但至少说明人家总体上是在吸引移民啊，那都是非洲的。最后我们再看看，我今天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啊，说这个县城中产破产3件套。这文章他说在县城的中产，他最后都跟那个大城市中产是一样的，殊途同归，都是破产。但是县城的破产一般，它的3件套跟那个大城市的3件套不一样。县城的中产的破产3件套，第一个是加盟快餐连锁餐饮店，这个也是县城中中产投资主要方式之一，但由于品牌误导和高额的隐性成本，绝大多数以失败告终，尤其是那什么奶茶店、饮品店特别多。第二个就是盲目投资房产，在房地产市场波动较大的情况下，盲目购买房产或商业地产，导致资金链断裂。这个你在县城里买的那房子没办法出手的，卖也卖不掉。第三个就是高风险金融产品，投资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或项目，如 P2P 理财、股票、期货，缺乏专业和知识和风险管理能力，最终导致资金损失，也就是各种各样的资金盘。最近临沂什么数拍易购资金盘，它主要的投资者都是当地的，也就是所谓的县城中产。确实，县城的中产的破产方式、返贫方式，跟那个1线城市这个白领中产返贫方式不太一样。1线城市中产返贫是老婆什么在家全职带孩子，孩子上国际学校，老公一个人上班，还有什么一下就返贫了。只要老公一失业就返贫。你想加盟搞个奶茶店，搞个餐饮店，想坐在那儿赚钱，人家就专门收割你这种想加盟想坐在那儿收钱的人的，人家搞各种各样的项目让你拿钱来加盟，一加盟就把你套住，人家搞个半年关门，马上也搞个新项目接着忽悠。但这些人专门就收购这些所谓的中产，所以大家还是要擦亮眼睛。好，这期节目咱们就聊到这里，感谢大家收看。如果喜欢我的节目，欢迎订阅转发，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评论，谢谢大家。